丁，神话大罗修炼法推演系统提示：宿主虽为凡躯，但一举一动皆蕴含大道。你落笔即是天规，呼吸便是道运，举手投足皆为诸天之理。当前推演进度80%，请宿主书写神话大罗真力以镇压气运。推演成功后即可立地成圣，破碎虚空，返回地球。穿越洪荒整整3年了，这破系统非把我困在道观里，逼我推演什么神话大罗修炼法。只要推演成功，就能立地成圣，甚至破碎虚空回地球。可我一介凡人，我拿头推演啊！天天搁这练字，我他妈都能当书法老师了。行，你不是要推演吗？不就是吹牛逼吗？我写，今天我就给你整一句最狂的，吓死你个破系统！进度增加1%，神话大罗道运加1000，当前区域道观已升级为大道禁区。系统，这算完成了吧？什么时候放我回家？今日就算是通天教主来了也救不了你，教主会元金刀，本座留你全尸。邪教遭劫，但我今日要去破灭。那是大道金光，这荒山野岭竟有无上大能隐居。不管了，也许那是唯一的生路。哎，碰瓷的姑娘，我这是清修之地，不负责治病救人啊。这是大道化身，此人难道是传说中隐世不出的大道圣人？来的破道馆，敢挡本座的路！前辈快跑！这是大罗极限大妖！蝼蚁死！妈呀，要吃人了！溜了！一张破纸，想挡本座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大道法则！这不可能！咦，妖怪呢？走了？吓死我了！还好我跑得快，这洪荒太危险了，以后坚决不出门。一张纸秒杀大罗金仙，言出法随，镇压诸天。这位前辈绝对是超越了圣人的存在。此等人物，若是能追随左右……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既然来了，就是有缘，要不进来喝杯茶？晚辈结教云霄，拜见无上至尊，恳请前辈收留。云霄愿为奴为婢，伺候前辈左右。那个姑娘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就是个读书人，家里也不需要丫鬟。前辈，求您别赶我走，只要您肯收下我，哪怕是端茶倒水、暖床叠被，云霄都愿意。求您给云霄一个机会。检测到红颜知己请求追随，收下此女可激活红尘伴侣模块，推演速度提升100%。若不收，宿主需自行闭关推演，预计耗时129600年。12万年，到时候我骨灰都化成石油了。为了活着回地球，这美女道侣我收定了。那个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这儿条件简陋，平日里也就写写字、喝喝茶，可没什么荣华富贵。写字喝茶，前辈这是在考验我是否贪图虚荣。只要能陪在前辈身边，哪怕是粗茶淡饭，对云霄来说也是无上恩赐。行吧，那就留下吧，正好我缺个研墨的书童。多谢前辈，云霄一定好好伺候前辈。
看似普通的竹扫帚，为何重若千斤？起码有108000斤。我知道了，前辈让我扫地，定是想借此磨练我的体魄和神魂。这是无上机缘，我绝不能让前辈失望。姑娘，你这身子骨也太虚了吧，扫个地都喘成这样。唉，也是个可怜孩子，以前是不是家里穷，没吃过饱饭？放心，跟了我，别的不敢说，管饱。前辈竟然看穿了我灵力枯竭的窘境，还要用圣药为我补身子，前辈大恩，云霄没齿难忘。前辈，您累了吧？云霄给您捏捏腿。哎，这不太好吧？伺候前辈是云霄的本分，您渴了吗？我去给您舀碗水喝。这气息难道是混沌顽石打磨而成的？哪怕是先天灵宝，也未必有此等威压。这水竟是传说中的三光神水，一滴便可活死人肉白骨。前辈的底蕴简直深不可测。前辈，请用。爽，还是这山泉水解渴。既然跟了我，也不能只干粗活，读书明理。这本是我闲暇时抄录的诗词，你拿去看看，解解闷儿。云霄谨遵前辈教诲。这是无上心法，前辈是在借月喻道，指点我突破心魔。多谢前辈传道，弟子悟了。悟了？你悟啥了？我就让你背首诗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这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是不是有点过剩了？不过这投怀送抱的，我是推开呢，还是推开呢？那个姑娘，既然悟了，是不是该起来了？这么抱着，让人看见多不好。这里只有前辈和云霄两人，谁会看见？难道前辈嫌弃云霄？别，没嫌弃，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嘛。前辈是大道圣人，早已超脱世俗礼法。在云霄心里，前辈就是天，就是地，云霄的一切都是前辈的。这妹子也太会撩了吧，这谁顶得住啊？那个，既然你留下了，总得有个住处。西厢房还空着，你去收拾一下吧。是，前辈。云霄这就去，晚上云霄再来伺候前辈沐浴。强度太大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童子功怕是要破了。大姐的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？刚才那股恐怖的妖气，分明是大罗金仙大妖。大姐她……二姐，大姐不会出事了吧？别慌，我感觉到前方有一股极其隐晦但恐怖至极的波动，那种气息似乎比师尊还要高深莫测，比师尊还强，那岂不是……慎言，前方恐有大能隐居。我们收敛气息，悄悄靠近，切不可冲撞了前辈。前辈，张嘴。甜，这葡萄不错。这院子里种的分明是先天灵根紫纹葡萄，每一颗都蕴含着浓郁的先天紫气。前辈竟然当零食吃，我也好想吃。想吃？云霄不敢，这是前辈的仙果，云霄身份低微，怎敢？这玩意儿长得快，我都吃腻了。你要是不帮我吃点，过2天都烂地里了。快吃，管饱。这股力量太庞大了，仅仅1颗，就让我省去了1000年苦修。前辈竟然赐我如此无上机缘，他心里有我。那是大姐，她怎么穿成那样，还跪在一个凡人面前？不对，
你看大姐的气息，她突破了。不对，那是大道道运凝聚的圣果。那凡人，不，那位前辈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大姐好像被那人控制了，我们要不要冲进去救人？找死吗？能随手拿出圣果喂侍女的存在，吹口气就能灭了我们。先看看情况。好了，歇够了，咱们来干点正事吧。正事？前辈是想现在吗？在院子里会不会太羞人了？羞人？表个字有什么好羞人的？我是说，我刚写的那幅字还没裱起来呢，你去帮我把浆活和好，动作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是，云霄这就去。这字虽然霸气，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对了，少了印章，盖个章，这就完美。这是什么威压？难道是道祖红军亲临？我要回家，这地方太可怕了。哎，这谁家姑娘？组团来碰瓷的？我这道观是风水宝地吗？怎么一个个美女都往这儿跪？你们这碰瓷也太不专业了吧！这荒山野岭的也没个监控，你们跪给谁看啊？监控？那是何种法宝？难道是监察天道的至宝？他一直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太可怕了！而且，这位前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恶意，而且长得好帅啊！不可大意，这等人物喜怒无常。刚才那一跪，定是前辈给我们的下马威，必须立刻赔罪。晚辈琼霄，携妹妹碧霄，特来拜见前辈。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前辈恕罪。琼霄，碧霄，好家伙，这是封神榜来这儿团建了。刚才那个云霄，现在又来俩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啊！你们这是迷路了，还是来这儿找人的？对，晚辈正是为了寻找大姐而来。哦，找大姐啊！你们大姐是不是叫云霄？前辈见过我大姐？嗨，就在里面呢。行吧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进来喝口水吧。正好我这字刚裱好，你们帮我看看挂哪合适。二姐，那只鸡好像是元凤血脉，它看过来了，它的眼神好凶。别看，别乱看，这里的每一根草都是神物，小心招惹了因果。就挂这儿吧，来搭把手。这是开天真意，仅仅是一幅字，竟然蕴含着盘古大神的开天神韵。这位前辈，难道是盘古转世？前辈，这字太重了，晚辈承受不起啊！重？这就一张纸能有多重？你们这一个个的身体素质也太差了吧！看着挺水灵的，怎么跟林黛玉似的？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行了，搞定。嘘，在前辈面前不得无礼。大姐，你突破了！多亏了前辈赐下的机缘，刚才前辈赏了我一颗仙果，助我打破了瓶颈。仙果？前辈，晚辈初来乍到，没什么好东西。这金蛟剪虽不是什么翅膀，但胜在锋利，特献给前辈，用来剪剪花草。大金剪子，这做工还挺精致的，纯金的，正好拿来剪指甲。行吧，看着还挺喜庆的，谢了啊。前辈收了我的金蛟剪，这意味着前辈认可我了。
我也抱上大腿了，截教有救了。那个，你们不用这样吧？我就写个字，至于这么大阵仗吗？前辈写字乃是在刻画大道，耗费心神。云霄能为前辈研墨，是莫大的荣幸。是啊，前辈，您这每一笔都蕴含着无上道韵，我们光是在旁边看着，都觉得受益匪浅。前辈，力道还可以吗？舒服吗？这谁顶得住啊？本来只想安安静静练个字，没想到昏君待遇被我给享受到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与3位红颜知己进行深入交流。红尘道侣羁绊生效，推演速度暴涨3000%。当前推演进度飞速提升中，请宿主务必享受当下，继续保持。我操，3000%！算了算了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只要能成功推演神话大罗修炼法，破碎虚空回家，就算让我左拥右抱我也愿意。这都是为了修行啊！不错，这力道正好，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。是前辈，是前辈。云霄，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！云霄，你这不知廉耻的妖女，竟敢设下卑鄙陷阱，暗害我教护法黑煞高王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那黑煞妖王技不如人，死有余辜。赤仙子，你个老不休的，少在这血口喷人！牙尖嘴净，你们截教果然都是些师生卵化、披毛戴角之辈，毫无教养。今日我就替通天师叔清理门户。赤仙子，你敢辱我师门？辱你又如何？一群畜生修成的仙也配称道友，还要将这破道观夷为平地，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受死吧！谁呀？大中午的在人家门口吵架，有没有公德心啊？吵什么吵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我操，黑社会不对，这是天兵天将。哪来的凡人蝼蚁？既然看到了，那就一起死！妈呀，杀人了！别杀我，我就是个路过的啊！哈哈哈哈！一块破石头也想挡本座蝼蚁之力？啊，这是什么法宝？不周山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完蛋了，杀人了！这下真成通缉犯了。前辈是在感叹杀戮过重，有伤天和，不愧是大道圣人。抬手间灭杀大罗君仙，却心怀慈悲，畏惧因果。快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处理一下，别让人看见。这要是被发现了，咱们都得去吃牢饭。明白。前辈是想斩断因果，不留痕迹。我的面技太专业了，这姑娘看着柔柔弱弱，看着绝对是个惯犯。前辈，处理干净了。这是那俗炼化后的真灵骨灰，纯度极高。您看是拿来炼器，还是装进罐子里留个纪念？拿走拿走，谁没事留人家骨灰做纪念？赶紧给我扬了，别脏了我的地界！那个坏老头虽然变成了灰，但这个袋子没坏。我看里面鼓鼓囊囊的，肯定装了不少好东西。哟，还挺沉。
算这老头识相，还知道留点精神损失费。行了，既然事情平了，赶紧回屋，把门锁死，谁敲门都不许开。丁，宿主击杀阐教金仙，已沾染大因果。当前道观防御指数0，建议立即升级防御剑士。还要装修？我这破吊罐连个围墙都没有，确实不安全。刚才那群流氓说来就来，下次要是来个更狠的怎么办？不行，得砌墙。姑娘们，咱们这儿不安全吗？前辈是担心阐教圣人报复，那种级别的存在，确实难以防备。对，那群人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团伙。刚才那个老头多凶啊！要是趁我睡觉摸进来，对你们几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动手动脚怎么办？咱们必须自卫。前辈，您是怕我们吃亏？废话，你们是我的人，我不护着谁护着？我决定了，要把围墙砌起来，把门窗都给我加固。全凭前辈吩咐。那边有不少烂骨头和泥巴，咱们去捡点回来凑合用。烂骨头、泥巴，前辈所指的，莫非是传说中的混沌魔神陨落之地？那里的骨头可是炼制至宝的无上神材，随便一根都能镇压大千世界。前辈竟然叫它烂骨头！带上麻袋和锄头，咱们出门捡破烂去。谁捡得多，晚上给谁加鸡腿。就去那座荒山，看着挺荒凉的，肯定没人管。这破地方怎么连个路灯都没有？阴森森的，还有回音。谁在后面吹我脖子？前辈，那是风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有狼呢。你们几个跟紧点啊，别走丢了。要是遇上野狗、野猪什么的，记得先跑，不用管我。我跑得快。前辈这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我们，哪怕面对未知的危险，他也只想独自承担。这鬼天气，早知道多穿条秋裤了。有动静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前辈，您抓疼我了。这猪多久没刷牙了？吓死我了！原来是只畸形的野猪啊，长这么丑，怪不得被赶到这儿来了。前辈，这妖孽敢惊扰您的圣驾，让毕叔宰了他下酒。年轻人不要那么大火气。这九头魔难看着挺壮的，皮糙肉厚，万一发狂拱人怎么办？咱们是文明人，是来搞基建捡破烂的，不是来跟九头魔难玩肉搏的，要有素质。哎呀！哎呀，你还来劲了是吧？去，捡骨头去，一边玩去，别耽误大爷干活。我操，这野猪是纸糊的，这么脆。碰瓷啊！喂，醒醒，别装死啊！我就扔了个骨头，你至于吗？那可是混沌魔神腿骨啊，蕴含力之法则。前辈随手一扔，就是天道全力一击。这只大罗金仙级别的凶兽死的太冤了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真晦气，出门就遇上死猪，这玩意儿看着就不好吃，肯定有猪瘟。走，咱们换个地方捡，别沾上晦气。
大师兄，祸事了！天大的祸事！有屁快放！赤金子师弟到底怎么了？魂灯为何突然熄灭？据天眼观测，赤金子师叔连同3000黄金离世，在一瞬间全没了。赤星子乃是大罗极限巅峰，更有阴阳镜护身，你说没就没了。谁敢动我阐道12金仙？大师兄，真的没了，连惨叫都没发出来。那天眼之中，只见一座大山压下，赤精子师叔连同3000力士，瞬间就成了灰，甚至连灰都被人扬了。扬了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竟然还要挫骨扬灰，欺人太甚！此仇不报，我广成子誓不为人。一招秒杀，还能挫骨扬灰？大师兄，这手段狠辣之极，绝非善辈。但这洪荒之中，敢把我们阐教当猪狗一样宰的，除了截教那群疯子，还能有谁？不管是谁，我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那狂徒现在何处？是在逃命，还是躲进了碧游宫？没逃。据探子回答，那人杀完人后，带着三蛟去了不周山外围，正在那儿捡破烂儿。你说什么？捡破烂儿？杀了我阐教金仙，他不逃命，不闭关，竟然跑去捡破烂儿！他这是在羞辱我阐教，根本没把我们阐教放在眼里。好一个狂徒，杀人诛心呐！大师兄，此人不死，我阐教威严何在？太乙，你带上九龙神火罩去，别让他撕得太痛快。给我用三昧真火炼他749天。我要听着他惨叫，我要把他炼成灯油，点在玉虚宫门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师兄放心，师弟这就去把那狂徒炼成丹药，祭奠赤仙子师弟的在天之灵。咦，这泥巴怎么还是彩色的，黏糊糊的，还拉丝？这玩意儿花里胡哨的，看着就不正经。能不能粘牢啊？别到时候墙一推就倒了，那我岂不是白忙活？混沌吸肠，先天五行之精，一粒可化万丈高山。前辈竟然嫌它花里胡哨？怎么，看上这块泥了？想要啊？不敢，这是前辈的神物，云霄怎敢觊觎？拿着拿着，我看你盯着它半天了。这玩意儿软乎乎的，手感还不错。你要是喜欢，拿回去捏个小人玩也行。前辈连这种开天圣物都视如粪土，我云霄这辈子跟定了。快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无知狂徒，杀我阐教金仙，还敢在此捡破烂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我操！森林火灾啊！大家快跑！跑？往哪儿跑？本座的九龙神火罩下，万物皆为灰烬。你这只会捡破烂的蝼蚁，也配在本座面前蹦跶？截教的3个贱婢，不在碧游宫好好待着，跑到这荒山野岭跟个捡破烂的厮混。怎么，通天师叔不管你们了？还是说你们就这点出息，只能找个凡人当靠山？太乙老贼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！前辈乃是隐世大能，岂是你这井底之蛙能妄议的？笑死本座了！一个只会刨土捡骨头的叫大能，你们截教是不是穷疯了？看到个要饭的都当宝。太乙，你敢辱我截教，今日就算拼着陨落，我也要撕烂你的嘴！3个始生卵化之辈，也配跟本座动手？本座今日恭跟师叔处理门户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。把你这大能烧成灰，看你们还怎么嘴硬！别烧我，我把麻袋给你们行不行？哈哈哈哈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的大能，这就是个怂包、废物！
拉去！老贼，休想伤前辈分毫！金蛟剪，去！雕虫小技，给我破！这就是截教弟子的实力，连本座一招都接不住，还想护着那个废物，真是可笑。三妹，太乙，你欺人太甚，不取黄河战！若是3取黄河奇剧，本座或许还要忌惮3分。现在就凭你们2个残兵败将，给我退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跟阐教作对的下场。哎，那个捡破烂的，你的女人都被打吐血了，你还在那儿抖什么？你不是大能吗？怎么吓尿了？别杀我！我真的只是路过的。听听，这就是你们的大能，简直是洪荒最大的笑话！你们截教的脸都被丢尽了。前辈，玩够了，送你们上路！九龙神火罩炼化！妈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别过来，都给我起开！什么？我的本命法宝怎么可能？那一记蕴含大道法则，那是混沌顽石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那个大锅盖怎么自己炸了？哎呀，这么大的锅盖，要是没碎，拿回去能炖多少肉啊？败家子，真是败家子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别过来啊！我手里还有石头。刚才那个大锅盖就是质量太差，自己碎的。你别想赖我头上，碰瓷是不是？你毁我法宝，还敢污蔑本座碰瓷？废话，你那个破罩子差点砸到我，吓得我小心脏现在还扑通扑通跳呢。精神损失费不用给啊，还有这几个姑娘被你打伤了，医药费不用给啊。前辈这是在为我们出气，不仅打碎了太乙的法宝，还要让他赔偿，太帅了！好，今日之耻，本座记下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哎，别走！你把话说明白了，你是不是想回去叫家长？你不许走！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这石头扔过去了啊！还要扔？这妖道要赶尽杀绝！给你，都给你！这是本座全部身家，够不够？啊，给钱？钱给你了，2清了，别追我！跑这么快干嘛？我又没说不让你走。我操，这修仙界的碰瓷党都这么有钱吗？随便扔个袋子都沉甸甸的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就对了嘛，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？你们没事吧？刚才那火挺大的，没烧着眉毛吧？前辈，吓死碧霄了！那个坏老头太凶了。没事没事，坏人已经被打跑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们，我就拿石头砸他。前辈，这石头莫非是传说中的打神石？什么打神石？就是块破石头。你要是喜欢就送你了，拿回去砸核桃挺好用的。砸核桃？这可是能砸碎先天灵宝的神物。前辈视这宝如粪土，这份胸襟气度，我等望尘莫及。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侍奉前辈。师尊，你要为徒儿做主啊！那不知死活的妖道不仅毁了徒儿的本命灵宝，还逼着徒儿交出了全部身家。他这是在打咱们阐教的脸啊！你是说他只用了一块破石头，就砸碎了九龙神火罩？千真万确，那石头看似普通，实则蕴含大道法则。徒儿怀疑那是传说中的混沌至宝。师尊，那种级别的宝物，
就算是在道祖手中也难得一见。若是落入我阐教之手，混沌至宝，哼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个山野妖道也配拥有此等神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敢伤我爱徒，毁我教宝物，不管他是谁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我要抽他的筋，扒他的皮，将他的元神镇压在麒麟崖下，受10000年圣火灼烧。师尊，既然太乙师弟失手，那就让弟子去吧。弟子愿带翻天印前去，定将那妖道砸成肉泥，把宝物给您带回来。不，此人既然能回九龙神火罩，翻天印恐怕也不够看。这次让然丁去，让他带上宝物去，告诉然丁不必留守，直接灭了他满门。我要让整个洪荒都知道，惹怒我元始天尊的下场。行了，东西也捡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回去搞基建。这墙必须得砌结实了。好了，材料都齐了，咱们开始搞基建。云霄，你去那边和泥；琼霄，你去搬砖；碧霄，你去后山打水。咱们要把这围墙砌得跟铁桶一样，看以后谁还敢随便闯进来。是，前辈。这泥巴怎么感觉有点像传说中的9天息马？哪怕是一粒尘埃都有万钧之重，前辈竟然让我拿来和泥。前辈这是在考验我的法力控制，用吸拿和泥，这是何等的大手笔！我一定要和得均匀，不能辜负前辈的期望。这砖头好像是准圣大妖的腿骨，上面还残留着恐怖的妖气。哎，那块骨头别横着放，竖着才结实，用来当承重柱正好。是，前辈英明。用准圣骨头当承重柱，前辈果然霸气。这墙一旦砌成，怕是连圣人都轰不开吧？这水怎么闻着像瑶池圣水？好香啊！碧霄啊，水打来了，快倒进泥里，多倒点，别舍不得。前辈，水怎么了？水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赶紧的，干完活我有奖励。奖励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绝对让你们吃了还想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嘿嘿，前2天腌的咸菜应该好了，正好拿出来给他们尝尝鲜。这就是大道之强吗？虽然只是雏形，但这防御力恐怕连准圣一击都能轻松挡下。这魔神骨与心芒完美融合，浑然天成。前辈的设计果然巧夺天工。那是，也不看看谁搬的砖。虽然丑了点，但好歹是个墙，希望能防个贼，防个道上。无量天尊贫道燃灯，奉玉虚法旨，特来拜访道友，还请现身一完了，见。这声音听着就不像好人，难道是讨债的来了？怎么敢做不敢当？杀我阐教金仙，还想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？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完了，这老头看着比上次那个还凶，手里还提着个绿油油的灯笼，这是要放火烧房子啊！这老头太嚣张了，我去砍了他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跟这帮洪荒黑社会打架，咱们是嫌命长了。苟住，必须苟住！别冲动，我的姑奶奶。咱们先把门窗关好，这墙可是刚砌的，希望能挡住。要是挡不住，咱们就从后门溜。前辈，他欺人太甚。既然不出来，那本座就烧了你这破道观，让你们在烈火中忏悔。别烧我的房子，那是我的全部家当啊！大妹小妹，这火非同小可，哪怕拼尽修为，也要护住前辈周全。这老贼欺人太甚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绝不让他踏入道观半步。前辈对我们那么好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和前辈死在一起。
这是什么墙，竟能无视幽冥鬼火？哎，这泥巴还真防火啊！看来以后不用担心走水了。前辈果然深谋远虑，用息壤和准圣骨砌墙，万法不侵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区区一个破药罐，怎么可能挡得住本座的幽冥鬼火？这火连大罗金仙都能烧成灰，我不信这墙是铁打的！诸位师弟，别藏着了，这妖道有些邪门，大家一起出手，给我轰碎这个乌龟壳！哼，燃灯师叔，这就是那个打伤赤仙子师叔的妖道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，连个像样的护山大阵都没有，就靠这堵土墙。就是，这种乡野村夫，也配让我们阐教兴师动众？我看他就是只锁头乌龟，躲在壳里瑟瑟发抖呢。师兄说的对，咱们一起出手，把这破乌龟壳敲碎，妖道揪出来，扒皮抽筋，给赤仙子师叔报仇！呵呵呵，说得好，动手，给我轰成渣！哼，这下还不倒？区区一个也想挡住我们仙家法宝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进去把人抓出来吧，省得师尊等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连个坑都没有！不好，法宝失控了！反震之力，这道观有古怪，难道是先天至宝级别的防御大阵？这帮人怎么还没走啊？听着动静，不会是在拿大锤砸门啊？现在都这么无法无天吗？这破墙怎么这么硬，还会反弹攻击？连我的玉如意都磕了个口子。师兄，这妖道肯定在里面布下了什么无龟阵法，专门恶心人。哼，雕虫小技！既然法宝砸不开，那就骂出来，本座就不信他能一直当缩头乌龟。里面的缩头乌龟听着，还有那3个不要脸的贱婢，赶紧滚出来受死！别逼本座放火烧了你们的狗窝！就是，跟着这么个废物点心，你们也不嫌丢人，连门都不敢出，算什么男人？士可杀不可辱，大姐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，绝不能让他们再污蔑前辈清白。混账，竟敢侮辱前辈！我要撕烂他们的嘴！走，出去会会他们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得有骨气。燃灯老贼，还有那个白毛鸟人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一群大老爷们欺负我们几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进来啊！贱婢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好，很好，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！诸位，结阵，用翻天印给我砸！我就不信这破墙能挡得住！结阵，九曲黄河！不好，快退！这反震之力竟然蕴含着混沌法则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道观，这里面住着的绝对是比圣人还要恐怖的存在。师叔，我的法宝碎了，这墙会吃人啊！我要回家找师祖。撤，快撤！此事必须禀告掌教大老爷。这地方太邪门了，再不跑命都没。赢了！前辈太厉害了，直接把他们弹飞了。赢了！前辈太厉害了，直接把他们弹飞了。外面没声了。跑什么跑？有本事别走啊！把你家大人叫来，赔我大门之役费。还好跑得快，不然真要把我这儿给拆了。现在的强盗素质真差，砸完门连个对不起都不说，有没有家教啊？前辈，您刚才那一招不动如山太帅了，那个燃灯老头脸都被震歪了。震歪了？我没动手啊，我一直在屋里。闭关呢。前辈无需自谦，
这大道之强虽然看似普通，实则蕴含无上法则。若非前辈暗中加持，怎会有如此威力？这便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吧。哦，原来是这墙结实啊！我就说嘛，那堆烂骨头和泥巴虽然看着不怎么样，但质量还挺硬。看来以后得多去那个乱葬岗捡点回来，备着修补。低调低调，这只是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行了，既然没事了，谁去看看后院的鸡喂了没？别饿瘦了。掌教老爷，你可要为弟子做主啊！那山野妖道简直不把咱们阐教放在眼里。燃灯，你怎么也搞成了这副德行？本座让你去拿人，你带着翻天印，竟然连一个山野妖道都拿不下。不是弟子无能啊，实在是那妖道太过邪门，弟子连他的面都没见到，甚至连道观的大门都没进去。啊！连门都没进去？千真万确，那道观周围有一层看不见的结界。自祭出翻天印，全力一击，不仅没砸开，反而被一股力量震了回来。弟子怀疑，那里可能有混沌魔神遗留的上古杀阵。难道是杨梅老祖，或者是罗侯残魂？师祖，不仅如此，那妖道还指使截教那几个贱婢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我等。他们骂我们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废物，还说阐教全是垃圾，给他们提鞋都不配。放肆！好大的狗胆！区区几个披毛戴角之辈，也敢辱我阐教天？既然他们找死，那就别怪本座心狠手辣。传令下去，开启玉虚护山大阵，本座要亲自推演天机，看看这妖道究竟是何方神圣。若是查出根脚，本座定要让他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呼，总算清静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自从这3个大美女住进来，我连上个厕所都有人递纸，喝口水都有人室温，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不行，我不能沉迷美色，温柔乡是英雄种。我还要推演神话大罗法，还要破碎虚空回地球，我得支棱起来。系统，出来干活了，让我看看这几天的推演进度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与3位红尘道侣羁绊加深。我操！1秒万年，这比坐火箭还快啊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？照这架势，我也别干活了，就在这儿坐着等无敌就行。唉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练练字吧。顺便给那帮阐教的写封信，跟他们讲讲道理。毕竟大家都是修仙的，打打杀杀多不文明，万一他们再来闹事，就不好了。昆仑山的道友们，吃了吗？上次的事儿是个误会。丁，这字写得越来越有风骨了，这语气也够诚恳，应该能感动他们吧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书写大道和解书，蕴含无上因果法则，推演进度飙升，当前进度90%。我操，写封信也能长进度，还长了这么多！云霄，进来一下，我有重要任务交给你。前辈，您叫我。云霄，这封信你们3姐妹一起帮我送去昆仑山。这信封上杀气腾腾，道运流转，这绝对是前辈下的战书。前辈终于要对阐教出手了吗？太好了！前辈放心，云霄一定将这封战书狠狠地甩在元始真尊脸上，
让他知道前辈的威严。什么战术？你会不会说话？这是求和信，求和懂不懂？咱们是文明人，要以德服人，说话要客气点。哦，弟子明白了。前辈这是在教导我先礼后兵的道理。如果对方不识抬举，再雷霆灭杀，前辈果然深不可测。这份低调和从容，我学到了。云香明白了，先礼后兵。若他不识抬举，前辈再灭了产宗满门。行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希望那帮人能讲点道理吧，不然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站住！哪儿来的野丫头？玉虚宫圣地，也是你们这群野蛮人能乱闯的？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！怎么想动手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你们截教都被打残了，还敢来这儿撒野？滚回去吃奶吧！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3位师妹啊！怎么，不在那个破庙观里陪那个野男人，跑到我昆仑山来丢人现眼了？广成子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敢侮辱前辈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前辈，一个只会躲在乌龟壳里的废物，也配叫前辈？我看你们就是那废物的玩物罢了。广成子，你一定会为这句话后悔的。后悔？凭你们！来人，把这3个不知死活的贱婢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！奉我家前辈之命，特来下书。这是什么气息？圣人威压？不对，这是大道威压！这气息难道是老师亲临？不，比老师还要恐怖，这是大道本源的气息。那是什么？一封信，竟然蕴含着如此恐怖的大道法则。这位道友，敢问此信从何而来？奉我家前辈之命，特来给元始天尊送求和信。求和？我的圣人法眼竟然无法直视这封信，这是大道本源。每一个笔画都蕴含着我不曾触及的至高法则，这种境界，就算是红军老师也做不到。这封信里藏着的，是超脱天道的终极奥秘。看不懂，根本看不懂。贫道身为圣人，竟然连这位前辈随手写一个字都参悟不透，这是何等的差距，这是何等的恐怖！多谢3位道友送信，前辈的教诲，贫道铭记于心。这就去准备厚礼，亲自向那位前辈赔罪。前辈果然神通广大，一封信就把圣人吓破了胆。快，把那个先天灵宝拿上，还有那个9转金丹都带上。师尊，那可是咱们阐教的底蕴啊，全送出去。那位前辈若是生气，吹口气就能灭了咱们阐教。3位道友，这是一点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还请转告前辈，阐教以后为前辈马首是瞻，绝不敢再有二心。算你识相。赔罪，还送东西。我操！这年头打架输了还给钱，洪荒人都这么讲究吗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些东西要是拿去卖，能在青云城买多少套房啊？前辈神机妙算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弟子佩服。低调低调，既然他们这么客气，那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前辈，您刚才指挥若定，一定累坏了吧？碧霄给您捏捏肩，放松一下。左边一点。对，就是那儿。这手法不错啊，跟谁学的？这是碧霄自创的逍遥指，专门为了伺候前辈练的呢。前辈喜欢吗？喜欢不是，
我是说还行。前辈，喝口茶润润嗓子。这茶是用刚才那袋子里的千年雪莲泡的，有滋阴补阳之效哦。滋阴补阳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不需要补。前辈操劳过度，补补总是好的嘛。来，云霄为您。前辈，这风力可还合适？若是热了，琼霄帮您宽衣解白。别，大白天的宽什么衣？这谁顶得住啊？这3个妖精是想榨干我吗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那个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幅字没写完，你们先歇着，我去书房用功了。前辈害羞的样子真可爱呢。太危险了，再待下去我非得犯错误不可。冷静！我是要成圣的人，我是要回地球的人，不能被美色绊住脚步。写点什么呢？就写个静字吧。静心凝神，心若冰清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书写太平静经真意，把推演进度再次飙升，当前进度91%。我操，写个镜子都能长这么多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丁，推演进度92%，哈哈哈！我要回家了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量先天灵宝，触发新任务，打造紫霄天宫。任务描述：需以无上法则为基，混沌神材为梁。紫霄天宫，听着挺霸气啊。不过这又是法则又是神材的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哦，系统这是嫌我这破道观太寒酸了，让我搞装修啊？行吧，反正材料都有现成的，那就盖个大房子。等等，5%，我现在92%，加上这5%就是97%，4舍5入就是100%啊！只要盖个房，我就能立地成圣，破碎虚空回地球了。干，必须得干！别说盖个别墅，就是让我盖个故宫，我也干了。咱们要搞个旧房改造，把这破吊罐精装修一下。这里贴瓷砖，那里挂吊灯，这儿放个大木桶当澡堂子。这是……前辈这是要点化洞天吗？这布局暗合周天星斗，简直是无上仙功。大木桶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化仙池？什么化仙池，就是个泡澡的桶。赶紧的，把那些捡回来的破烂都拿出来，咱们贴墙上。拿先天灵宝碎片当瓷砖贴，前辈真是太豪横了。火大点儿，再大点儿，这骨头太硬了，炖不烂怎么粘墙？前辈，这火已经是3倍真火了，再大就要把锅烧穿了。怕什么？这锅结实着呢。云霄，把那袋子里的铁疙瘩都倒进去，增加点粘性。前辈，这可是翻天印碎片和定水珠啊，真煮了？煮，都煮了。这玩意儿不煮化了，怎么抹墙？哇，前辈，这味道好香啊，闻着像是红烧排骨。喝什么喝？这是胶水，喝了把嘴给你粘上，到时候成了哑巴，我看你怎么……哦，可是真的好香吗？又来，做个饭不是熬个胶水都能招到蜂引蝶，这破天气真是没救了。这一炉九转金丹，耗费贫道万年心血，定能引来丹劫，震惊洪荒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竟蕴含着混沌本源的气息，不好！老爷，炸炉了，金丹全变成煤球了。
仅仅是一缕药香，就毁了贫道万年苦修的金丹。这到底是哪位大能在炼丹？难道是大道神丹？老爷，这味道闻着好像有点像红烧肉。胡说！大道神丹岂是凡俗之物可比？洗刷刷，洗刷刷。这瓷砖花纹不错，挺复古的。前辈，那是翻天印的碎片啊，蕴含半截不周山的威压，您拿来贴墙。废话，不贴墙难道贴脸上？这玩意儿硬度刚好，还能防潮。烦死了，别想了！前辈好厉害，随手一刀就斩断了紫霄神雷。师尊这是在以此警示天道，以此地为界，神魔进行。师尊言出法随，连天道都要退避三避，这等境界，我等只能仰望。行了，别摸鱼了，赶紧把地扫扫，全是你点子。刚才那刀扔哪儿去了？算了，反正也是2块钱买的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不错不错，这就有点豪宅的样子了。哦对，还没挂牌呢。紫霄天宫。放肆！竟有人敢窃取本座道场气运！此人究竟是谁？难道是大道亲临？这牌匾怎么挂都不正。云霄，你上来帮我扶一下，往左边稍微挪一点点。是前辈。哎，小心！怎么回事？没吃饭啊？连块木头都扶不住。前辈，这牌匾太重了，仿佛有亿万钧之力。云霄修为浅薄，实在扶不动啊。这也重？这就是块烂木头啊！你看，这就正了嘛。以后多吃点肉，别把你饿坏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前辈，您这是在关心云霄吗？哇，前辈单手抱大姐，好帅啊！我也要抱抱。三妹，矜持点儿。不过这牌匾蕴含无上天威，前辈竟然视若无物，真是深不可测。建造紫霄天宫的神秘人来历不凡，竟能屏蔽天机，甚至反噬造化玉蝶。若不查清，本座寝食难安。昊天，你持本座法旨去东海之滨探查一番，切记不可鲁莽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一旦发现不对，立刻撤回。若真是大道临临，本座或许还要去拜见一番。若只是装神弄鬼，哼，本座定让他知道天道不可欺。丁，打造紫霄天宫任务完成，推演进度+5%，当前进度97%。97%了，就差临门一脚，这波稳了。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，必须搞个大 party。房子盖好了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今天晚上吃火锅。好耶，吃火锅。不过咱们缺个主菜，还得找个烧火的。这三昧星火太难控制了，容易糊锅。哎，这只鸡看着挺肥的，养了这么久也该出栏了，不如把它宰了炖汤，剩下的毛还能当引火物。前辈不可！那是元凤始祖，当年龙汉大劫的主角之一。虽然涅槃重生失去了记忆，但也是大罗金仙巅峰的存在。前辈竟然要杀鸡炖汤！
我操，这鸡成精了，还会喷火，太好了！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御用灶神。元凤始祖当灶神，既然它这么有用，那就先不杀了，留着下蛋吧，顺便还能点点火。这就是那什么狗屁紫霄天宫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老爷也真是的，这世上除了老爷，谁还配叫道尊？我看这就是个欺世逃名的骗子，太谨慎了。哼，待会儿我直接闯进去，把那骗子揪出来，带回去给老爷发落，说不定还能立个大功，以后在洪荒也能横着走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威压？虽然只是4个字，却比老爷的紫霄宫还要威严100倍。我竟然连站都站不稳，这是什么味道？竟能勾起本座的食欲？难道是在炼制什么绝世神丹？那是元凤始祖，当年龙汉大劫的主角之一，竟然在这里当烧火工。完了完了，连元凤都只能当烧火工，那我这个童子进去，岂不是只能当柴火？哼！谁在外面？这动静难道是讨债公司上门了？别动，让我来。这年头坏人多，你们女孩子家的不安全。大，何方妖孽？弑神枪！这妖道拿着从魔祖罗火手中夺来的弑神枪当烧火棍。前辈饶命，晚辈只是路过，这就滚，这就滚！领的也能路过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靠谱，跑这么快干嘛？我又没说要打你。这鞋看着挺贵，怎么一股子脚臭味儿？谁稀罕啊？哎，你的鞋不要乱扔垃圾！元始，你阐教欺人太甚！赤行子、燃灯接连欺辱我截教弟子，今日若不给个说法，我这就摆下诛仙剑阵，跟你拼个鱼死网破！哼！洪天，是你那好徒弟云霄勾结妖道，杀我阐教金仙在先，你还有脸来问罪？今日我就替老师清理门户。二位师弟都消消气，如今大劫将至，你们还要同物操戈吗？大师兄，是他欺人太甚！好了，刚才东海那个方向传来的气息，你们都感觉到了吧？那股威压甚至超越了天道，连老师都闭关不出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内斗？那股气息确实恐怖，难道是大道降临？燃灯回报，那妖道手段通天，恐怕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三兄弟结伴去探查一番。若是机缘，不可错过；若是结束，也可联手应对。至于你们的恩怨，等查清了此事再算不迟。好，我就给大师兄一个面子，顺便去看看云霄那几个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。我也正想去会会那个所谓的神秘大能，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走，迟则生变。来来来，刚烫好的龙肝，嫩着呢，谁先吃？我，前辈喂我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入口即化。前辈，这是什么肉啊？怎么比蟠桃还好吃？哦，就是上次有条不听话的小蛇，非要往我锅里钻，我就顺手给骗了。太古苍龙，那是祖龙的嫡系血脉啊！前辈竟然拿来要来涮火锅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前辈，这酒劲儿有点大，人家头好晕啊，能不能借前辈的肩膀靠一下？晕了就多吃点青菜，解酒。这可是刚摘的白菜，别浪费了。前辈，您真是不解风情。
前辈，快看，天上那3朵云，颜色好奇怪啊，还在发光。有乌云，这是要下大暴雨啊！黑压压的，看着就不吉利。快快快，别吃了，赶紧收衣服。还有这桌子，这可是黄花梨木的，淋湿了就废了。不对，那是3清圣人的祥云，师尊、大师伯、二师伯都来了。前辈，那是圣人降临，不是下雨。什么圣人剩饭？别管了，先把火锅护住。去，给我挡着点，别让雨停湿了我的毛肚。哎呦，什么鬼东西？谁把天给遮了？何方妖孽，竟敢戏弄本座！给我破！这是混沌灵宝混天绫，怎么还有股火锅味儿？还有几片香菜叶子，欺人太甚！本座今日定要拆了这破布，将那羞辱我们的狂徒碎尸万段！哥，冷静，这布有些古怪，似乎蕴含着超越天道的法则之力，硬闯恐怕不行。三弟说得对，此人能随手拿出混沌灵宝当抹布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既然他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偏要进去看看。走！妖道，滚出来受死！本座今天要拆了你的！这是什么字？紫霄天宫。这4个字竟然蕴含着完整的3000大道。不仅如此，每一笔每一划都仿佛在演化开天辟地。这是大道真迹呀！妙啊，太妙了！这紫字的一瞥，竟然暗合天道运行轨迹，比我阐教的阐释之道还要精妙万倍。二哥，你看那个公字的点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剑意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没想到贫道有生之年，竟能见到如此神迹。这字，若是能参悟透，本座何愁不能超脱？是啊，这简直是无上机缘。二位师弟，安静，莫要惊扰了这上面的道运。咱们就在这儿参悟，谁也不许动。唉，可惜了那几片毛肚，都煮老了。前辈，外面好像没动静了，那3位圣人不会走了吧？不应该啊，以元始师伯的脾气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要不，咱们去看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年头的人啊，胆子都小。是，晚辈这就去查探虚实。若是他们还敢放肆，咱们就关门打狗。当然，通天尊祖除外。二姐，那可是圣人啊，真能打吗？有前辈在，圣人算个屁！这笔锋真带劲。是啊，比我的诛仙剑还要锋利。此乃神迹，神迹呀！这是师尊和2位师伯，他们疯了吗？他们在参悟前辈写的字，连圣人都被折服了。前辈果然是大道化身，仅仅一块牌匾就能让3圣折腰，太强了！谁？无二，快带为师进去，为师要拜见那位写字的前辈。师尊，前辈喜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我们可以不说话，我们可以干活，只要能让我们多看几眼那个牌匾也行啊。贫道略懂炼丹之术，可以给前辈烧火，不要工钱。云霄，外面谁啊？怎么还不走？是不是要钱的？告诉他们没钱。晚辈通天，愿为前辈看家护院，只求前辈收留，不要工钱，还倒贴法宝。我们也一样，倒贴。倒贴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该不会是骗子吧？你们真想当保安？我这儿可是包吃包住，但不给工钱的哦，而且活儿挺累的。前辈放心，本座力气大，挑水劈柴，样样精通。本座会扫地，保证把地扫得比脸还干净。本座会烧火，控火技术一流。行吧，咱们紫霄天宫确实缺人手，那你们就留下吧。那个穿黑衣服的，你去喂鸡；那个穿白衣服的，你去扫地；那个骑牛的，你去厨房烧火。多谢前辈收留。这鸡身上
似乎蕴含着涅槃重生的法则。好强的剑意，这一眼竟然破了我的护体剑气。原来如此，前辈是让我通过喂鸡来磨练剑心。好，我便与你这神猫论道一番。扫地即是扫心，这扫宝乃是先天灵根所化，每一缕纹路都暗合天道，顺天应人，阐释大道。大道在脚下，意在手中，妙哉！这火非凡火，乃是万火之祖，在此火面前，我的八卦炉不过是凡铁，上善若水，火亦如此，至刚至阳，却又润物细无声。这3个保安怎么回事？喂鸡的不撒米，扫地的不动土，烧火的不添柴，这么能摸鱼吗？前辈，张嘴。甜，这才是生活嘛。有人干活，有人伺候，这就是地主老财的日子啊。我都快忘了这里是洪荒乱世了。前辈若是喜欢，我们姐妹愿意伺候前辈一辈子。那可不行，等我推演完神话大罗法，我就带你们去个好地方，空调、WiFi、冰镇西瓜，总之，比这儿好玩多了。鸡兄，再啄我一下，求你了！刚才那一下破灭剑意太精妙了，再啄一下我就能突破剑道瓶颈了。这年头，连受虐狂都有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练练字吧。写个啥呢？就写个道字吧，简单又有逼品。这是大道真迹，1笔1天地，1画1乾坤，这是世间大道的源头，妙，太妙了！前辈，这字写得真好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书写大道真言，引发圣人共鸣。神话大罗推演进度飙升，当前进度99.9%。我操，这就99.9%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终于要熬出头了！这是什么？天塌了！这股气息竟然丝毫不弱于红军老师，不仅强大，而且邪恶至极。仅是看一眼那道裂缝，我的道心都在颤颤。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这天怎么黑了？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终极危机降临。这是什么气息？大恐怖！大天呐！阁下何人？为何擅闯洪荒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地方我看上了，灵气还算充沛，正好给我当个后花园。狂妄！此乃天道详区，岂容你放肆！天道，这种低级法则也配称之为道？言出法随，你是大道圣人。大道，在我的家乡，那只是普通法则。老头儿，看你修行不易，给你个机会，跪下臣服，我让你当个管家。以我残躯祭奠天道，玉石俱焚。太慢了，怎么可能？徒手接我的混沌至宝！真是顽固。既然不想当管家，那就当肥料吧。我的正道宝物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至宝，太脆了。是老师，老师出手了！这股气息浩瀚如海，老师万年未曾出手，今日定能镇压一切邪魔。老师河道已久，早已是不死不灭，魔头必死无疑。善，有老师在，洪荒无忧矣。这怎么可能？老师的气息乱了，败了，
老师竟然败了！那魔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造化玉蝶碎了，天道崩塌，洪荒要亡了吗？哎，你们3个老头干嘛去？地扫完了吗？鸡喂饱了吗？火烧旺了吗？前辈，外面天都塌了！什么天塌了？这不就是阴天打雷吗？看把你们吓的，没见过雷雨天啊！前辈，那不是雷雨。行了行了，别找借口偷懒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前辈，您真的不担心吗？这3个老头也太没见过世面了，下个暴雨就把他们吓成这样。担心个屁！赶紧的，去把衣服收了，再磨蹭扣你们工钱。前辈如此淡定，甚至是蔑视危机如无数，难道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？是了，有前辈这种无上大能在，天塌下来也有个高的顶着，我们慌什么？既然前辈说没事，那就肯定没事。天道崩塌，洪荒已无力回天。美味，真是美味！这方世界的本源如此充沛，足够我饱餐一顿了。不行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给洪荒留下一线生机。想跑晚了。给我顶住，谁也不许退！妖族，完了！啊！给我起！给我起！老子可是火神，怎么可能被压垮？大哥，顶不住了，这力量太强了，就像整个混沌都压下来了。难道天要亡我巫族？盘古父神啊，您睁开眼看看吧！圣母娘娘，教主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多么美妙的味道！哭吧，叫吧，你们的绝望就是我最好的养料。东海，那是唯一的希望，那位神秘前辈，只有他能救冯荒。那是哪里？那里似乎有一股奇怪的气息，比天道还要古老。这雷声也太大了，吵得人脑仁疼。你们几个手脚麻利点，衣服要是淋湿了，今晚没饭吃。前辈，这雷声不对，其中夹杂着亿万生灵的哀嚎，煞气冲天。这绝非普通雷雨，倒像是末世浩劫。别瞎想，好好干活，哪有什么盗劫，净瞎想。前辈，那团黑影正在吞噬法则，连天道秩序都在其面前崩塌。他好像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哦，那是积雨云，看来这雨不小啊！赶紧关门，别让雨飘进来。前辈救命！洪荒要亡了！谁啊？碰瓷的！我告诉你啊，别想赖上我！老师，那是道祖红军，深河天道的道祖竟然被打成了这样！道祖，红军道祖，你们认识？这老头谁啊？看着挺惨的，要不给他倒杯水？老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谁能把您伤成这样？难道连河神天道的老师都败了？没用了，天道已崩。那虚无魔神根本不是洪荒生灵所能抗衡的，那是来自混沌之外的大恐怖。为师尽力了。如今唯有这位前辈能救冯荒。老人家，别激动，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。
看你这伤，是不是摔的？以后走路小心点儿。这是混沌本源液，这一碗汤足以让圣人再活一世，他竟然拿来招待贫道。前辈大恩，红军道祖没齿难忘，恳请前辈出手，救救这洪荒亿万圣生吧！啊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混沌本源的芬芳比那些低级的世界意志美味多了。藏的倒是挺深，不过在本座面前，一切防御都是徒劳。乖乖交出来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们个全尸。哦，竟然能挡住本座的随手一击，有点意思。看来这里的宝物比我想象的还要珍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连人带房子一起吞了。给我起！魔头已至，洪荒存亡在此一举。我等身为圣人，受万灵供奉，岂能坐以待毙？随我杀出去！就算燃尽圣血，也要为前辈护法！拼了！就算生死道消，老夫也要从那魔头身上咬下一块肉来！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今日便是我等以身殉道之时。誓死守护前辈。这房子怎么还晃起来了？地震了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大家都一副要英勇救郡的样子？我操，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看着比之前的都凶。完了完了，我这推演进度条还剩最后0.1%了，别给我整幺蛾子啊！这是大道反噬，这破房子竟然蕴含混沌大道法则，魔神就被震飞了。好，很好，没想到这洪荒还有如此底蕴。今日本座尚未恢复元气，暂且饶你们一命。1日之后，待本座融合混沌本源，重回巅峰，定要踏平此度，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前辈，如今洪荒危在旦夕，唯有前辈能救亿万苍生于水火。恳请前辈出手，镇压那域外魔头！恳请前辈出手，救救洪荒！就是，我拿头救啊！刚才那是运气好，那魔头自己撞墙上了。要是真打起来，我这小身板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。不行，必须得把这最后一点进度条干出来。只要成了圣人，我就无敌了。罢了，既然你们如此诚心，那本座就勉为其难出手一次吧。多谢前辈，晚辈这就回去召集洪荒万族，明日随前辈一同应战魔神。我等这就去准备，定不给前辈拖后腿。前辈，您真伟大！伟大个屁！我是为了保命。行了，你们也别闲着，给我研墨，我要闭关写字。能不能成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如果不成，3天后大家都得玩完。我子霄不求长生，只求回家。丁，检测到宿主书写万道之源，神话大罗修炼法推演完成，进度100%。恭喜宿主，正得混沌圣人道果，全知全能，一念永昂，超脱时空。这就是混沌圣人的力量吗？这才是前辈的真实实力吗？这股气息比红军道祖还要强大万倍！我就知道，前辈一直在隐藏实力。如今大劫将至，前辈终于不再低调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走，出去透透气，顺便把那个什么魔神解决了。走，跟上前辈。老师，前辈还没来吗？那魔神的气息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前辈正在闭关，我等必须先顶住，为了洪荒，死战不退！死战不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3天已到，本座融合了混沌本源，如今已是大道境。洪荒蝼蚁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大道境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谁允许你动手了？什么？你是谁？竟能挡住本座的大道一击？我是你爹。我的手，这不可能！你是大道圣人。大道，在我眼里，大道亦是蝼蚁。秒杀了！大道境的魔神被秒杀了！前辈无敌！前辈万岁！拜见无上至尊！丁，恭喜宿主，终极任务镇压黑暗动乱圆满完成，大道圣人道果彻底稳固。奖励发放：时空穿梭门一座，宿主可随时选择回归地球，享受现代生活。是否立即回归？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，前辈，您不要我们了吗？前辈是要飞升去更高维度的世界了吗？只要前辈开心就好。云霄会在这里日日为前辈祈福。回去，回那个只有加班和泡面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我是无上至尊，有吃有喝，还有3个漂亮妹子相伴。傻子才回去。系统，把门关了吧。宿主，您确定不回去？不回了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怎么，哭什么？我又没说不要你们。您不走了？不走了。这洪荒这么大，我还没好好看过呢。怎么样，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旅个游，度个蜜月？愿意，弟子愿意跟随前辈到天涯海角。好，那就出发。